你使歌声对天来。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永更之冠上帝，永更之冠上帝，教会社事大欢喜，快乐歌声无停止，生命消息地传播，互人称赞当乐。永更之冠上帝，永更之冠上帝。伫永更归予至高的上帝。地上的和平归予信靠伊的人，愿主的平安甲咱三角同在，咱搁做伙三角来吟一摆。天使歌声对天来，关山回应透天涯，美妙声音真响亮，好听高叫遍地响。永更之冠上帝，永更之冠上帝。这条诗歌会当讲教会圣事伫遮咧大欢喜，因为咱要传播主。降生的好消息，咱搁做伙用活出爱来三角来学乐主。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圣神降临的时阵，迄圣神亲像火降临伫圣道伫耶稣的学生的身上，愿这份圣神的火嘛点到咱每一兄弟姊妹。这首歌咱伫12月20号报佳音的时，咱会用这首歌来做大合唱。咱无搁用另外时间来做伙练习，咱就用礼拜前10分钟的时间，这是咱第2摆来用这条歌来做伙三角来吟。后一个礼拜14号，咱搁有一届机会，所以咱无搁用另外时间来练。即马咱的手机你若搜寻，应该拢有。加减仔听，你就会对这首歌会非常的熟。检查兄弟姊妹，你已经真熟，无要紧。12月20号，咱会做伙用这条歌，成做咱最后的大合唱。咱这个做伙三个来吟。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咱每一人拢真做迄个祝福的管道，来祝福咱的教会，祝福文庄里文庄里这个社区，咱同心来祈祷。跳堂的主，阮感谢你，愿你的火来点着阮，阮为着祝你降生的好消息来传播，祝你借着独生圣囝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世间，遮尔大、遮尔水、遮尔好的消息。因为主你道成肉体，主你对神的地位降生成做人子，愿主你帮助阮，互阮学习天使传播佳音，互各样的人，互阮亲像迄个各样的人，佮继续来传播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真正的意义甲目的，将这份听来分享出去。愿主帮助阮，阮嘛为着助你教托的大使命来所在标来跑走。愿阮的教会毋但有助你甲阮三角同在，还佫有圣神的扶持甲帮助，还佫有助你真做阮的快乐甲瓦靠。愿主你施恩阮众兄弟姊妹，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兄姐平安。今仔是大港节第二主日，即是咱要同声敬拜，用诗歌将早起时的祈祷献予主，望主应咱，愿主的恩典甲平安赐予咱。主上帝早起时，你也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列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我要。心敬虔，心敬虔，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恁着反悔，因为天国近啦。行洗礼的约翰来，是为着主备办道路，叫人悔改离开罪。
用心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当咱点到第二支蜡烛，也是提醒咱要离开罪恶，准备拍开咱的心门，欢喜迎接主耶稣进入咱的内心。三个甲来吟圣诗45首，俄罗代笔的后裔，请咱起立吟全首。咱由原徛伫来宣告今仔日的信约告别，新的诫命，你着
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名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用第49篇，以赛亚55， 49篇。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烟。恁若着开钱买袂价值的米，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米通食。趁找到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受罚，毋是恁的受罚。天比地加偌大，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大。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青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三甲来祈祷，主啊，早起时你会听阮的声，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祈祷敬拜。在敬拜中，我要唱歌学乐你，要大声学乐你的慈爱。你是阮的源台，是阮慈爱的上帝。在你的慈爱，我要在你内面坚定欢喜，仰望我靠你，行你指示阮着行的路。当阮来到面前来敬拜，要祈求你归向你。互阮离开错误的意念，你的意念比阮的较悬；互阮离开偏差的道路，你的道路比阮的较悬。伫这个大港节的节期，我要感谢全能的主的救恩，主耶稣的降临。阮有光明在照光，
黑暗的所在。阮有平安，互阮对惊吓中得到自由。阮有盼望，互受伤的性命得到恢复。阮有性命更新，拄起歹的心思念头，有灵修悔改，通活出下主旨意的生活。伫大港节的节期，愿望中，阮确信，世界要得到更新，公义要掌权。伫这个世界，有缘有战争，求你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互公义亲像长流的江河。早起礼拜中守圣餐。重新确认主的救恩、疼，甲所设立的新约。阮的性命搁一遍到主的面前，愿望主过来。阮听候你，仰望你，愿你过来。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生活对现实较目真光。
三甲来读上帝的话，伫路加福音第1章67节到72节，搁另外一位所在以赛亚书32章第1节到第2节。路加福音第1章67节到72节，约翰的老爸撒加利亚，互圣神充满，有言讲，着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过佮救赎伊的子民，伊对伊的仆人大卫的家，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照伊伫古早通过伊圣先知的嘴应允讲，伊要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脱离一切怨恨咱的人的手。伊应允要怜悯咱的祖先，佮会记得伊所立圣神的约。另外一个所在，以赛亚书32章第1节、第2节。以赛亚书32章第1节、第2节。恁看，有一个王用公正治国，有官长照正直治理，因每一个拢会亲像避风港。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亲像沙漠中的溪水，风暴中大石般的阴影。咱煞接牧师要讲到伊的信息是全能的救主。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要做伙守圣餐，咱要举行圣礼典，伫咱礼拜中间，愿主的恩典甲咱三个同在。当咱每一届守圣餐的时，主甲咱同在的，咱嘛纪念主伊死，佮活，属圣神活伫咱的中间。假设咧约翰是被办主耶稣过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恩典时期，咱是被办耶稣基督搁再来会记得，咱是要被办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临，第二次的临到。当迄时临到的时，咱就爱当头对面来面对咱的救主。太空节，就是咱圣诞节进前一段准备的时间。愿主帮助咱纪念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当普世咧同庆的时，咱的心敢有亲像甲一般的人共款，咧迎接主的降生。踮咧拜四，台中义区10间教会有牧师有几位长老做伙开区会。嘛做伙大家圣诞的聚餐，餐厅拄啊定伫百货公司的11楼。当食饱了，我安尼行过来，行落来，我看到百货公司比咱搁较早来准备，伊嘛甲咱共款，因为所有的音乐拢是圣诞的音乐，那叫圣诞主曲。最近我嘛举过英语版合唱团。咧唱的圣诞的主曲，真侪歌，甲咱的圣诗是共款的。这时，这位撒加利亚伊做老爸，当厝边咧欢喜讲：撒加利亚，你做爸，因为你的某伊丽莎白已经出世，你伊丽莎白的囝已经出世，所怀孕的囝。这位老祭司什么拢好，真遗憾就是无家己的亲骨肉，无想着讲。伊的某伊丽莎白结了老蚌生珠，老来得囝。这是伫伊圣殿咧服侍的时，听到天使对伊传报伊的某要怀孕生囝的消息。伊阁因为安尼怀疑，
煞变做袂讲话的人，是暂时的下狗。狗伊的囝出世，这是一件欢喜的事。当众人去因兜家祝贺因翁仔某，听到要号囡仔的名，伊丽莎白讲袂当号因家族家谱的名，伊坚持要将囡仔号名叫做约翰。这是有违反因撒加利亚这个富家啦吼，这父亲这边的家族的传统，是因为还阁请教撒加利亚伊的意见，但是撒加利亚袂晓讲话，只有拍一个手势讲 OK， 毋知迄个时阵 OK 可以是不是这样比啦吼？意思讲可以OK， 伊就同意因某的决定。搁互人真感觉奇怪的事，就是迄个时阵，撒加利亚会晓讲话啊，伊就开始称赞上帝俄勒主。虽然今仔的经节当然又真长啦，后壁是讲到上帝甲阿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我最主要是要来强调撒加利亚伊俄勒上帝俄勒主，所以真做初为人父啦，老来得子，这是一件真大的喜事。甲阿伯拉罕得到伊亲生囝，嘛是同款的意思。所以俄勒上帝，伊俄勒上帝是毋是因为伊老来得到囝，是因为上帝眷顾以色列百姓来拯救因，亲像古早先知的嘴所讲的预言。撒加利亚意思是讲，这个拯救的故事，毋是今仔日发生，毋是迄当时发生，是会当往头前去追溯、去追溯上帝伊的列祖所施的怜悯甲疼痛。伊是要纪念即个圣的约定，就是对上帝对阿伯拉罕的应允。咱看历史，咱来哪清楚，如今要应允，就是撒加利亚伊对心内俄勒上帝赞美主，伊讲。将咱对敌人的手拯救出来，互咱会当无惊吓，坦然来面对，用圣洁公义，要伫上帝伊的面前，要伫上帝圣所来一生来服侍伊。这是撒加利亚伊的俄勒，撒加利亚的上赞的歌。咱知影玛利亚有玛利亚尊主颂。这段会当讲是撒加利亚伊对上帝的赞美甲俄勒。以赛亚书9章6节讲，有一个囡仔要为着咱来出世，要赏赐互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专灵的上帝，永远伫地，永远同在的天父，甲和平的君王。要做遮尔专灵的君王，要做遮尔专灵的国王实在是无简单，但是主甲咱讲，透过先知甲咱讲，这个婴仔是无啥物种的权柄甲开力的。但先知以赛亚讲，有一个婴仔要守护互全人类，伊要担任即个国政。即摆新闻咱看到世界各国的政治人物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咱看伊的一举一动，有时拢会影响到全世界。最近日本新选出来的首相就讲台湾有事嘛是因有事，安尼就造成一寡国际政治无共款的声音。愿上帝帮助咱，台湾非常的重要。不管倒一个政治的人物，这国家的领袖，因拢会感觉讲这个位置真重要。你敢知影？其他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还是澳洲，等等，还阁有其他新闻唔敢报出来，因的军舰驶过台湾海峡，是要宣告讲，这个海峡是国际航道。是每一个国家拢会当使用的，毋是某一个国家伊的专利。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
每一个动作国家的首领的动作，有可能会牵动全世界的变迁甲变化。以赛亚书讲，即个婴仔出世，为着咱负担国政，要称做一个显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远同在的天父甲和平的君王。咱知影伫总统府内面有足侪执政，有足侪真有能力、真有智慧的人，诚做总统伊会当甲因有意见的相通，也是讲提供一寡要安怎治理国家的政策策略甲方向。所以一个人毋是伊后壁可能有伊的智囊团，有伊的提供智慧的人。这个影非常的重要，因为关系到国度、政权甲这宝座，所以伊毋是对人类的君王来选出来。这个影会诚做人的救主，诚做弥赛亚君王。伊阁是人，阁是神。虽然伊是对一个软弱谦卑的在色女来出世，但是这个婴仔诚做咱的救主。路加福音第1章67到68节，撒加利亚的上主的歌就讲，伊互圣神充满来讲出预言，着称赞主以色列上帝，因为伊有看过，搁救赎伊的百姓。旧约的先知对这马拉基以后，总共有400年的时间，上帝无透过先知，无透过世上已经选的先知来传伊的话。这400年会当讲是沉默的400年，就是点点安静，安尼经过400年。所以咱想看卖啊，撒加利亚已经进入到新约的时代啊，但是耶稣基督还未降生的时，伊讲，咱得来学了上帝，因为伊有看过，佮救赎伊的子民。这看过甲这个救赎，就是讲上帝详细看，然后出力来帮咱来斗相共。诗篇106篇第40讲着，上主啊，求你恩待你的子民的时阵，求你会记得我；你拯救因的时，求你来眷顾我。诗人写这首诗的是讲，上帝啊，当你咧拯救的时，当你咧恩待的时，你会记得我；救因的时，求你会当看到我。所以上帝这400年来是详细看，然后最后伊要出力。这看过，佮甲救赎，佮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上帝恩待，就是上帝亲自访问伊的子民，就是上帝亲自拜访。所以上帝拯救的，上帝有参与来拯救这世间人。总是上帝安怎拯救，就是透过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予人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所以路加福音第1章69节，撒加利亚佮继续颂赞，就讲伊对伊的仆人代表的家，要甲咱设立一个大有困难的拯救者。华语圣经是说，他为了我们兴起的拯救的脚，刚翻译这个咱所想的，这个是拯救的角。一个大有困难的拯救者，其实这个角，就是伫动物顶面的角，鹿仔顶面有角，羊仔顶面有角，佫有啥物有角的动物？咱想看卖啊？迄个角就是伊困难的表现，就是代表一个权威甲权能的象征，就是代表这个角。所以鹿仔若咧烧角的时倒一只鹿仔伊的角，若较大只若较勇伊就较有胜利就会拍过对方。所以咱想看卖啊，这个角就是代表一种的困难，甲一种的关系。所以拯救的角要对来产生，要对来，就是要对这位大有困难的拯救者。所以上帝要成就的救恩，就是要借着这位有权力的弥赛亚来完成这件救恩的代志。
而且即个酒要来实现的人是要对大笔的家，就是对大笔君王即个世家，只有伫大笔的家，才会当兴起即个救拯救的工。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讲的，就是上帝的应允。所以撒迦利亚伊点半段来讲，上帝有应允，迄个弥赛亚要来。所以到第70到7020吼，来讲这动物的溃烂，就伫伊头壳顶的角来显现上顶有溃烂甲关系，总是一个婴仔对十色女出世，要安怎以后成做一个大个有溃烂的拯救者。犹太人因期待是讲一个亲像大笔军事的弥赛亚，看会当来车倒，也是推翻罗马帝国的政权。这是迄当时普遍犹太人因心中的想法。这400年来，犹太人有一个反抗的运动，叫做马加比运动，马加比运动。当迄个时阵，为着圣殿的纯洁来做这件运动，所以到伫撒迦利亚的时阵，伊讲，这个角是会当成做一个拯救大个有困难的。毋望迄个弥赛亚嘛有法度亲像安尼，但是耶稣来对心灵的改革，到伫以后产生真大的影响。所以伫古早先知就应验借着先知的喙，才圣先知的喙来应讲，伊要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脱离一切怨恨咱的人的手。伊应允要怜悯咱的祖先，搁为记得伊所立成的约。这是上帝的约，透过先知所立的约，就是迄个弥赛亚的来临，亲像在以赛亚书9章第60节讲，伊要负担国政，要成做迄个智慧的，要成做迄个永远同在的，要成做迄个和平的邻君。先知马拉基伫主前耶稣基督降生进前差不多400年左右，圣神接着先知马拉基写着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最后迄2节啦，就是4章的50到60。对第4章第50讲，你看伫上主迄个大可通惊的日子来临以前，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去恁遐。以利亚毋是互上帝接去哪阁要阁来？但是马拉基讲安那，伊阁要找一个先知以利亚去到恁遐，而且是上主大可通惊为的日子来临进前。这段的经文第4章的经文头前拢有讲，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上主的大日子。这大日子是指啥？就是指审判的日。所以当审判的日还未来到，还未来临进前，上帝要先差遣一个以利亚。这以利亚指的就是行洗的约翰，就是行洗的约翰，要对安那来应证。对马太福音第10章14节讲，你若愿意接受这个预言之就会明白，约翰就是迄个底要来的以利亚。所以上帝伫耶稣基督还未出世的进前，伊要先差遣一个人来行伫耶稣基督的头前，来铺白这条路，来铺白福音的路，坎坷的所在要吞互伊安那，吞互伊白。要吞互伊甜，互即条路会当搁行搁较顺利。耶稣基督伊无做，总是伊愿意代表人来互约翰甲伊洗礼，所以约翰叫做行洗礼约翰。耶稣代表人类来互伊洗礼。即个洗礼的意识，诚做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诚做一个基督徒。你要入任何倒一间教会，拢一定爱透过洗礼，才正做正式修圣餐的人，咱叫做陪餐会员。咱叫做幼儿洗还阁无算，幼儿洗礼了，阁爱伫伊
成人的时，吼，咱即摆有甲年龄降互较低，吼，16岁、17岁、18岁，哦，你若已经成人救主啊，耶稣基督是你一生的拯救甲瓦靠，你伫众人的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你就法度啊，诚做收圣餐的人，哦，诚做陪餐会员。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这位行洗的约翰，就是马勒基书所预言的迄位以利亚。伫以赛亚书32章第1节讲，啊，这个主，这个王啊，有公正，伊要用伊的公正来治国，有官长照正直安那来治理。咱知影讲，啊，即马你若是无关系，就爱有关系；你若有关系，吼，佮爱甲关系扭我较深的。即马社会变成讲有关系，这关系真重要。这关系有可能你有法度去使用着某一种的资源，有公正有公平无？有当时咱嘛感觉讲非常无公平。捌的人，伊就知影利用一寡旁门左道去得到资源；毋捌的人吼，就算讲你有条件，你有资格吼，人若无甲你提醒，你嘛可能领无着即份福利。两约之间对马勒基到耶稣基督降生中间400年，叫做两约之间，两约之间啊。这段时间，上帝无透过任何的先知，来讲伊的话。沉默的400年，但是发生一寡代志。伫主前300年多年，伫耶稣基督还未出世的300多年，有一个人叫做亚历山大。伊对马其顿开始了后，伊兴起希腊帝国。这希腊帝国后来消灭波斯，后来佫拍到埃及，会当讲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一个大帝国。短时间尔无偌久，伊征服了波斯甲埃及，煞变成迄当时中东的社会引用希腊文化。希腊文明诚做因一种接受即种的影响吼，包括犹太人免不了嘛要接受希腊语、希腊的文化。这中间就是咱知影新约的圣经是啥物语写的，就是希腊语。所以当亚历山大这位皇帝拍到犹太人的所在吼，拍到以色列的时阵，以色列祭司是安怎来做这件代志？因来迎接亚历山大，然后摕圣经但以理书来互亚历山大看，因为但以理书早就有预言，有一个帝国要来取代波斯帝国，你就是迄个要取代波斯帝国的皇帝。所以波斯帝国会迄个希腊帝国甲伊消灭，早伫但以理。都有记载，都有预言。所以伫亚历山大还未出世之前，伊看到，这是伫我还未出世之前就预言的事。这位历史上真后小镇的君王，伊心中嘛不得不承认讲，这本圣经的记载是真的。这位王咱会当圣经内面讲的这个王，其实要搁再来王是弥赛亚。其实亚历山大足少年就过身去啊。后来伊的帝国4分5裂，就分散去，分裂去。32章第2节甲咱讲啦，因为遮有亲像避风港、避风的所在，这沙漠要阁有溪水，风暴中阁要有大石盘，的即个应用，意思就是讲有避风甲避暴风雨的所在。就是咱上帝诚做咱的保障，伫抗旱的所在要有河流，要有水，就表示讲有供应；伫打蛇的所在嘛要有水泉。所以讲，伫旷野安那要有道路，伫沙漠中间要有水泉。然后伫真欠缺的所在要有一个大石盘，表示安稳。
所以32章啊，对第一节讲有公正治国，要有一个公义即个判断，即个公义就表示讲伊的统治、伊的管理、伊的对待人的方式是非常的公正。咱对台港这来看，咱已经进入到寒天，虽然有当时啊看到人还阁穿短袄啊，但是气象讲后礼拜可能有真冷的即个大陆冷气团冷气团会来。进入冬天台湾人那，台湾这个所在真恶热势要热势拢爱去山顶，所以大概若新闻报讲山顶的热势对读车，你忙这时阵你着忙去合欢山啊，因为伫山顶拢读伫遐，而且你的车若无挂铁链，佫会打滑，佫会粗你的技术若无好，怎粗落去着安那就变自由落体就真麻烦啊！这消防队着爱去派直升机，佫爱迄个去甲你救所以咱台湾人看到说总第一。其实咱台湾人嘛真爱闹热哪闹热的所在着哪组织人，是毋是？最近新闻佫报道，台中有一台粉红仔色的跑车走去高雄啊！你去看一下新闻，就是安那人爱咱台湾人爱闹热爱这闹热的气氛所以宣教师来到台湾其中有一个宣教师叫梅干武、梅坚武。梅干牧师伫中部传福音，伊上爱去啥物所在传福音？迄个时阵啥物所在上侪人？庙口，伊就伫庙口拍落甲广告吸引人来，讲上帝胖见囝，上帝囝无去啊，紧来要找上帝囝。迄阵仔人也无电视、无电影、无啥物资讯看到有人拍鼓拍落佫是一个阿叔就走去听道理。听伊安怎讲，伊爱先拍了，甲广告叫人来咧，毋是一开始就讲上帝道理。你若讲上帝胖见囝，上帝胖见囝，我要找囝，就有人好奇来讲，阿拄你是安怎？了就听伊讲道理所以每到无设立的教会离庙口拢足近的。我是甲观察过有几间像原林教会就是市仔内，田中教会嘛伫市仔内。报道教会嘛，伫个市仔内，拢伫咧菜市仔迄可怜灯虽然咱台湾人爱闹热爱闹热，嘛爱安那好奇看着西落雪。14年前应该是差不多要20年前苗栗南庄教会的牧师娘。迄阵佫是陈以诺牧师伊牧师娘，我捌听伊分享过。因为社区办迄牧笛班，因为牧师娘的主修伊主要就是咧学即个音乐伊伫新学院就是主修牧笛就是品伊就伫社区有组一个囡仔的牧笛班，有真侪社区的囡仔是教的囡仔参与。迄牧师娘嘛真好，因为伊就开拓一个资源，讲你若表现了好我带恁出国，教会伊就爱甲教会嘛，就带这囡仔受煞去国外教会参观甲拜访，爱评估了就是去韩国第一上俗机票俗，第二韩国有教会通好互因参观接待甲观摩。所以当因飞行机落来的时阵，拄下外口落大雪，我听伊讲一个我感觉讲我嘛足想要撞出去。这个囡仔要出关的时逐个是安那看到外口落雪行李放个逐个拢撞出去看到迄当地人是安尼足无方便安尼行入来，看到遐游客人客是对外口撞入来，这个囡仔这10几个囡仔是撞出去行李拢放的看到落雪，逐个足欢喜二话不说就是往外口撞，但是当地人是往内底行。哇！落雪是一个安那不可思议的事这是啥物种的情形？有一届游览车顶面的台湾人外口落雪伫遐花休，司机
就请导游讲叫因较掂的。迄落雨天是落雪是歹天气，迄车会骨，叫因较安静的。我要专心开车。啊，迄个导游透过即个司机透过导游吼，透过即个领队甲伊讲较细声的吼，毋通花，静静啊观赏就好啊，吼。所以想看卖啊，面对共款的情形，一个是爱欢呼，一个是爱保持安静。吼，咱看最近的新闻，高雄来真侪国外的艺人，哇，看着遮个少年人吼，叫做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这边啊翻译。人山人海，看着大人伫遐咧排队，看着大家伫遐咧抢遮个周边的吼，遮个商品。所以伫圣诞节来临进前，咱的心是要追啥物货？追求啥物货？咱的心是要追求啥物货？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来到世间，有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的命定。有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伊互咱的目标目的，咱有去超找着。咱有亲像一般的人安尼，也要去追求啥物货，就一旁人安尼，看到人咧排队，咱就是对人去排队嘛。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这位救主真公平，互人一生一生一死啊！人来到世间啊，一生。一死，这是非常的公平。安尼上帝有公平有公正无？但是你要活出安怎的人生，是你家己爱去掌握，爱去追求，爱去活出来。我这圣小妹给我写了真好，伊讲安那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着咱去把这份爱传出去，分享出去。这敢是上帝所讲的大使命嘛？咱拄仔讲新的改变，就听出比亲像家己。是毋是？所以咱人带着罪性来到世间，咱是罪人的身份啦。来到世间只有一届，所以圣经的使命观就讲，人来到世间，你只有一届的使命。但是无共款的宗教讲你，等你伫遐轮回、轮回、轮回。这圣经讲咱只有一届的使命。咱嘛无可能有甚物种的后世啦，一生，一生一死啦，一生。一世，咱到一个世代尔。那活到某一个世代了后，有可能咱就爱甲即个官兵咱就爱甲即个伫世间的迄个去交互后壁的人，对不对？叫做长江啥物货，后浪对前浪，前浪我没有讲，就是讲意思，咱精灵到尾后，咱嘛会离开世间啦，甲上帝赏赐人完全的救赎，就是耶稣伊的譬如伫马太福音讲：你透早8点来上班，10点来上班，12点来上班，下午3点上班，要下班前1秒钟来上班，同款，咱拢领迄个救恩。这毋是讲我做较重，我救恩爱较侪。那亲像迄个碗做太哥，伊爱用较侪的即个沙拉托洗洁剂洗碗精爱用较侪，较细清气。即个碗无啥用着搁着油清水洗洗就好啊。即个普通太哥1、2滴就好啊，就清气啊。毋是，咱拢共款，不管做偌重偌轻，救恩只要一届就好，就互咱得到救。所以耶稣的保护会洁净咱，会救赎咱。上帝的圣囝降世道成肉体，这才是真正重要。因为主对极悬、极阳光的位来到世间，体验人的一生，安怎生，安怎伫遮病，伫遮疼。所以耶稣用钉十字架，迄是非常非常的疼。有人讲耶稣用钉十字架是钉伫迄块。有人讲钉伫遮，但是可能钉伫遮，可能钉无啥会掉啊。照你的体重，有可能你会怎啊碎落来，所以有可能是钉伫底，钉伫遮，嘛有可能钉伫遮，再搁甲你补一支钉仔落去，这嘛无一定啊，安尼。所以想看卖啊，迄是偌疼，迄是会是对
伊的手安尼捞甲规身躯，而且要互定时价，着互遮个兵丁鞭拍，所以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伊的伤，互咱得到，咱的心得到医好，就是主帮助咱。耶稣基督用肉身的身躯来到世间，所以弥赛亚真做救主，是咱拢会当体会到。所以现今全世界普天同庆，无论倒一个所在，拢咧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教会也是这其中上界重要。咱顶个月去到东光教会参加告别式。参加了后，教会嘛开始布置啊，甲咱教会共款嘛开始布置啊。即摆你去逐间教会看，哇，都非常的光影，愿主帮助咱，咱伫大港节时阵，用咱的心来准备耶稣基督伊搁再来，欢喜甲咱四周的人做伙来欢庆耶稣基督降生。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将独生圣囝赏赐互阮，互阮领受这份救赎甲恩典，主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你愿意卑微谦卑来到世间，你愿意成做人的样式。主，你是愿意牺牲佮分享的，互阮来学习你怎样为着世间人对死过活，你怎样代替人。你用无罪来领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愿主帮助，互阮每一个人拢是备办有备主你第二次的再临，是阮互阮成做你是阮的囝儿，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唱圣诗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起立吟全首。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地迎接，因爱那迎着我，互我灵魂安宁。阮又听空的声音，会叫我心灵。对阳光天堂降临，常常安慰是阮。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地迎接，因爱那迎接我，互我灵魂安宁。耶稣的手扶持我，阮当拢无烦恼。世间要摇袂低我，做袂害我跋倒。有阮要做我头爱，寄义家兄拢煞。若是一个老目屎，拢袂互我摇拽。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地迎接，因爱那迎着我，互我灵魂安宁。主是我心所欢喜，伊是惜我罪过，常常坚固心可以，亲像万世照伴。我着吞沦踮世间，等候黑暗过去，天光照欢喜无
请坐，煞接圣礼典，修圣餐，要三甲吟圣诗355首，请咱这个吟导好。阮打自集甲注解的355首。阮打自集甲注解的，专心来听你的话，赞愿明着主的临在，激动心里的栽培。地高声定信仰故事，入阮心内做模范，甲阮同过一生言下，听的胜利当委团，将阮礼拜变做行动。圣洁生活做见证，做阮出去应听服务，冲突所在求和平。基督求你使阮听心，学你写免无怨叹，互阮看见。伫你救赎的世间，主必相信，赞阮邀请其他人摕来分享，听伫胜利热情欢迎，受看见美世颂扬，就都叫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地以教会陪参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请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对于凡那归往伊的人所讲的话：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众兄姊妹三甲伫地。咱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业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袂迄糜，有提饼祝谢来八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年来纪念我。食了后，嘛你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恁的事就今年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糜有提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优秀，咱大声来感谢主，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现在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是为着要纪念你伫世间永远的祭祀，互阮谦卑来到主你的面前。互阮借着圣餐，嘛献给阮家己。阮将家己的需要，阮将阮的欠缺，嘛将阮所犯的罪带到主你的面前，来求主你赦免，佮将你的恩惠来赏赐互阮。求主帮助阮，借着你的身躯甲保护来成做阮的帮助。当我每一届守这个圣餐，是表明主你的死，嘛表明主你去活。愿主帮助阮，阮甲主你做伙同坐倒，阮来领受这份恩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摆食的是一件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
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中间若还袂领受洗礼，也是还袂承认洗礼的兄姊妹，咱着暂时，即摆咱着无来摕圣餐。咱若是有需要，也是你有感动，要诚做教会的陪餐者，咱会当咱的办公室来报名，咱牧师会甲咱上几堂课，互咱清楚明白。圣经所启示的奥妙，就是咱的上帝，伊将伊的圣囝来赏赐予咱。咱有亲信圣爸、圣囝甲圣神，咱有亲信主来到世间，你对安尼个别你的信仰，咱较当做伙伫遮来领受圣餐。圣餐的面包是表明主的肉体替咱拍。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每一摆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做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恁的事，就今日来纪念我。
这杯是上顶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为着世间人所流，嘛为着我，为着你，为着每一个人所流。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咱的罪，来洗清咱的污秽甲垃圾。甲咱每一届啉这个杯时，咱着纪念主耶稣怎样为着咱来流出伊圣洁的宝血。主耶稣用伊的宝血来洗清咱，互咱通比洗搁较白。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会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就今年来纪念咱的主，咱做三角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最后来感谢主。阮感谢有所不能、有所不在，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主。你将你的圣囝赏赐互阮，互阮伫大港这时，阮搁再一次来孝念主，怎样来到世间，怎样为着世间人来背十字架，伫十字架顶完成救赎的工作。了后对坟墓搁再起，对死搁活，阮相信也承认主来到世间，真做人的恩许，嘛搁转去到伫爬上帝，坐伫主的正边，伫遐听候搁来的日。这个日，阮无法度清楚明白，阮只有每一日来做准备，将阮的一生好好活出有基督香味的一生。主啊，感谢你，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奉献，劳碌于执事东亚湾执事书献。我来报告，来看第三面，今仔日的金句，本周金句，我读一遍，而且读两遍。因每一个拢会亲像避风港，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亲像沙漠中的溪水，风暴中大石盘的阴影。以赛亚书32章2节来做来读，因每一个拢会亲像避风港，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亲像沙漠中的溪水，风暴中大石盘的阴影。以赛亚书32章2节，搁一遍，因每一个拢会亲像避风港，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亲像沙漠中的溪水，风暴中的大石盘的阴影。以赛亚书32章2节。今仔聚会表甲礼拜事奉表，请咱家己看。看第4面，本会消息。第2点。本主日开始送2026年的月历，为着要避免共一家重复领2份，
每一户会当领1份，到干事遐去登记。第3点，后主日大港节第3主日由青少年团契点集。第4，拜3的祈祷会为引来小组、公益小组代祷。第5，后主日中昼12点半伫3楼召开中集会、迎接会到小会。第6，10月20，就是拜六，后礼拜的拜六，下晡4点伫本会举行圣诞团爱、拍卡舞礼、街头音乐分享会，伫路口门口报圣诞佳音，欢迎兄弟报名参加。第7，10月28日，礼拜日中昼12点半，独行小提琴班伫2楼举行当季发表会。第8， 2026年1月初3拜六上午9点半，东宫教会咱的姊妹教会东宫教会举行帕苏拉温江莲牧师就任受职感恩礼拜。圣乐队受邀请献诗，有游览车，若有要参加的，去到办公室报名，报名满为止。东港呢6点20集合，6点半出发。兄弟若是家己要前往的，嘛是去办公室遐登记，报名到12月24截止。第9点，爱餐组报告。为着要互爱餐服侍人员有较侪时间准备，互遮咧光菜光饭的遮会当较完整参与礼拜。所以呢，爱餐恢复伫11点开始用餐，礼拜结束了呢，伫等待的时间，咱会友爱保守这个时间彼此的交流关心。第10， 12月14进前，将下一季的服侍表交予行政干事。11，独行小提琴班招生，每一礼拜2暗时6点伫5楼上课。欢迎报名，爱自备小提琴。12点，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进行到尼希米记6章。看咱来看第5面，看第5面，团契小组的消息。主日二伫第2点因为第1点8点45，这已经鱼菜公司都举行煞。第2点，这个本主日的11点到12点有亲子悄悄乐练习迄个圣诞节的这个诗歌。第3点后主日11点到12点，亲子悄悄乐练习。练习呢，练习后伫2楼礼拜堂彩排。第2，妇女团契本主日妇女团契的聚会11点伫1楼的副堂甲社村团契联合查经，彼得前书4章5章。佮看社青团契。社青团契的聚会嘛是甲妇女团契联合聚会11点。咱佮看即个
关怀协会消息，这咱家己看。啊，等一个具体关怀，则牧师来报告个大道。安尼，以上报告吼，咱下面请牧师来大道请安。来介绍一位新的人客郭玉玲姐妹，请起立，互咱拍鼓给欢迎。一次的欢迎，永远的欢迎，好，欢迎。下面咱们做三个来，还有无介绍到的无？是从美国回来的吗？是吗？不是哦，恩轩吗？是吗？哦啊，拍鼓欢迎，哦，欢迎归国。咱下面三个来祈祷，咱为着咱后礼拜中这会来祈祷，嘛为着咱12月20号报佳音，以及咱12月28号小提琴班的发表会，嘛为着咱的关怀协会来祈祷。咱关怀协会伫年底咱来去拜访学校，完安尼行程会当祝福咱四周围的厝边甲遮的教育的单位，咱同心来祈祷。太堂主，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阮伫台港节点到第2支的蜡烛，互阮的心中对你有望，对你有疼痛，对主你有满满的信心。愿主帮助阮，互阮伫第2支的蜡烛，互阮凭着信心来为主你做工。互阮为着这12月底报佳音来庆祝主降生的圣诞的礼拜。以及阮社区的小提琴班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互阮安尼时间，咱荣耀上帝你的名，愿主你赏赐开力能力互阮，互阮有你互阮的信心，亲像挂菜籽，虽然细，总是长大成做一丛树，阁会当有鸟食来歇伫顶面。愿主帮助阮。我们要为着新来的朋友来替伊祈祷，伊来到教会，这位贵姊妹来到教会，上帝你帮助伊，互伊领受对主你来的稳定甲疼痛，以及兄弟姊妹对伊的关怀甲疼心。愿主你施恩伫贵姊妹的身上。阮嘛要为着辛苦艰苦白疼的兄弟姊妹，特别是阮教会长辈，无论因行动不便，无法度来到教会，甲阮做伙三个来敬拜上帝，主你帮助因。疼惜因，主你互因伫线上永远领受主你的信息，以及对圣经的启示，帮助遮个兄姊妹，为着因的身体，上帝你来引带带领，愿上帝你帮助，愿今日的敬拜，拢正做芳芳的祭，来互主你欢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要来互相请安。
来听你。咱另外听着来吟要变诗歌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做个领受上帝赐福，愿最后所基督恩典被上帝会听从圣神，甲咱正大家相通，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阿门。请坐。